波霸索爆慶生，葉子楣埃及妖后造型展示59歲的驚豔。90年代以驕人身段殺入娛樂圈的葉子楣 Amy 被冠以波霸稱號。她曾參演過的港產片多以超級性感造型示人，圓碌碌的北半球加上蛇腰，成為當年的性感象徵。自85年出道後，曾拍過《聊齋艷譚》、《龍的傳人》、《情聖》和《地下裁決》等作品，亦憑住91年玉蒲團之偷情寶走紅，成為紅極一時的3級片艷星。Amy 的心胸強大，膽子也大，懶理別人的噓聲或韶聲，依然故我，且在事業如日方中時，為了脊骨神經科醫生呂陽照而淡出影壇，過住幸福的生活。可惜呂陽照在2018年11月因心臟病而離世。近年 Amy 重返香港，間中與好友會面，日前還舉行59歲生日晚宴，開11謝宴請券中多年好友包括夏文汐、胡楓、詹瑞文、奧益玲、李思捷和黃玉郎等等出席盛會。陳欣健為大會司儀，鄧達智與杜晶晶則在眾多嘉賓中選出華麗衣著得獎者。鄧達智笑言，當晚 Amy 可謂艷壓群芳，美艷程度比任何一位嘉賓也高出幾倍。可是大獎又怎能頒發給主人家，只好另選得獎者。Amy 表示，去年以神奇女俠打扮登場，今年只希望每位嘉賓都住得靚靚來到，她就最開心。同好朋友食飯相聚，已經好開心好滿足。以59歲之齡來說，Amy 身形繼續 good fit， 埃及妖后造型集可愛、華麗、艷情互畫亦忽於一身，面上皮膚仍然緊緻且淡淡，看來年齡對 Amy 來說真的只是一組數字。多年來保養得非常好狀態。嘢啦，我就希望今晚個個都要靚，個個着到好靚咧嚟參加我生日會咧，我已經好開心㗎啦。咁啊，同埋有人問我，咁你點解今年搞到咁大啊？咩事啊？係咁有咩目的啊？咁樣，我又覺得冇咩目的喎，就係兩個字，開心，係咪啊？即係就係好開心咁同大家喺度食飯相聚，同一班好好嘅朋友，咁我已經覺得係好滿足㗎啦，好感恩，多謝你哋啊！多謝你哋嘅光臨。咁咧，同埋咧，我自己咧就一直心存住咧，就有5個心。邊5個心咧？就係對人要真心，對自己有信心，做事要有決心。最重要嘅就係懂得將心比心。Yeah. 我好相信，對人好係一定有回報嘅。就好似今晚咁，見到咁多嘅嘉賓，着到咁靚，唉，咁嚟到我參加我生日會，我真係好感動。所以我覺得今晚亦都係我最好嘅回報，最大嘅感恩。多謝你哋啊！多謝多謝多謝。
問，經課。